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要数看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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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爱黑民族。你看我今天来到亚嘅素材，太期待有没有发现到都冇穷用哎？没错，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一个有4代用 no 嘅布卡哦。但是现在呢是没几家的，你底度看一看这边的传人。Hello， 老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老板你好。那唐工啊，诸位后摆呀，到毕业用 no 暗帮的哈。冇年都腳啦，冇年都嘅腳冇年都腳啊，加上也得按保庇嘅東西，現在應該也只剩下那到畢業款的都有。冇年要做啦，因為兩晚度本進口嘅破壞品，進口真多，市面上賣嘅單子係進口嘅啦，啊，但是幸福冇咁快，啊熱唔啲，依難生存嘅強咯。我來搞大家講這個樟樹嘅客家話要講嘞。樟樹。沒錯，就是總書咯。而且我看到前面有好多做的那個手工香皂，可以帶我來去看看嗎？好啊好啊。就是這個手工香皂哦。對，用粉油做嘅茶菇，用 tea tail 油，然後用樟樹嘅根，去醃嘅燜燒嘅，撈粉油。這麼棒的東西，聽起來就覺得是非常棒的，全部純天然的。對，香皂、肥皂也是我們今天要教觀眾朋友講客家話。是。肥皂客家話怎麼說呢？茶菇。茶菇。對。茶菇。年輕人很愛手工肥皂，這也是我們今天要教觀眾朋友講客家話。還有上癮當中醫術工茶菇。粉油茶菇。哦，對，粉油茶菇。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呢來到台中東勢這邊，認識了哇，傳承4代用 no 油的地方，真的是很珍貴了耶！因為現在已經說是沒有失傳了，所以啊，它是一個國寶了。當然了，我們認識新的詞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就是樟樹、總蘇、總蘇。第二個呢，來看到就是肥皂、茶菇、茶菇。第3個呢，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，來看到年輕人很愛手工肥皂，好上癮懂中醫速工茶菇，好上癮懂中醫速工茶菇，你們也喜歡嗎？我自己拿回去洗的時候都覺得哦，好舒服哎，真的很天然哦。好了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